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大目孔，台语安尼写，大目孔。阿母讲，伊得大目孔，看到桌顶的菜少少，感觉真疗效，就爱煮菜煮好规桌顶坐，才会过心。这个大目孔，就是咧形容人嫌少无嫌济的个性。你有够大目孔，又够贪多，两个人食饭要食济菜。大目孔还有另外一种的意思，是咧形容人傲慢势利眼。伊迄个人真大目孔，目睭生伫咧头壳顶，看人真无。还有一种鱼仔叫做大眼滑边，台语嘛叫做大目孔，嘛使讲目孔，也则是大目巴人，是一种会当食的鱼仔。啊，讲若要料理，若用煎的上好食。大目孔的孔，孔子公、孔明车、孔明灯。啊，华语的七窍，台语讲七孔。人有七孔，就是人的面部有七个孔，一喙、两目、两耳、两鼻孔。华语讲七窍生烟，面的七孔拢称烟，是咧形容人心光火道真着急，也则是气甲掠狂。这个孔是文音，鼻音是孔，像高孔，俗称台湾鲍鱼，贝类的一种。台湾的东北海岸有大量来养殖，也有嚣孔，是咧讲女子的机智行为，轻浮无正经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大目孔实在真趣味。